讲到虎头兰这种的兰花哦，看起来霸气，代表过年的福气，所以伫过年是真抢市。南投溪地乡的虎头兰种大约15公顷，今年的绩效袂歹，这公所甲农会积极协助农民推广行销。 最近花农无用整理花卡，而且包装出货来卖，因为气候关系，产量减少3成。目前的农业如果没有设施，一定要有这个温室的这一些来协助我们的农产品，才能够比较稳定一点点。虎头兰的外形看起来霸气，代表过年大福气。每一种花色代表无同款的花意。欢迎来阮溪地乡乡村，另外呢，想煞来看阮上届水这个虎头兰，有这个红色、黄色、粉色甲绿色，无同款的色水，有代表款无同款的这个意义吼。兔年虎头兰因为气候影响减产，不过这回绩效好。溪地乡公所、溪地乡农会做伙来甲农民斗行销，希望民众会当把握时间来买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